大家好，我今日要同大家講嘅就係胡定欣約滿無線，準備上內地發展。開始前提大家記得點讚、留言、訂閱，撳埋隔籬嘅鐘仔，揀全部。胡定欣正式宣布約滿 TVB， 恢復自由身啦。今日出席活動嘅時候，佢話上年年尾就已經約滿，趁住立春呢個新開始，就決定將呢件事公開。記者問佢有咩新計劃，佢話工作最緊要適合自己，會積極進軍內地市場。仲話做呢個決定之前，有問過好姊妹胡杏兒嘅意見，因為杏兒姐喺內地發展咗一段時間，想佢分享下心得。定欣話：我離開咗做咗22年嘅公司，而家要自己一個人出去闖，睇下外面嘅世界，所以唔可以太急，要一步步嚟。問到杏兒姐有冇幫佢搭路，佢話好姊妹當然有幫手，介紹咗唔同嘅工作人員俾佢認識，而家已經有幾個內地嘅工作傾緊。至於工作模式嘅轉變，定欣話以前喺 TVB， 所有嘢都由經理人安排，自己只係做好份內事就得，唔使理其他。而家就唔同啦，要自己諗點樣安排工作，對中間嘅運作都清晰咗好多。而家我會主動同唔同嘅人傾偈，自己管理自己嘅工作。記者問係唔係因為結婚先改變工作模式，佢話其實呢幾年我對工作都有唔同嘅睇法，會因為環境而改變。而家有咗伴侶，佢都好支持我呢個決定。佢仲否認離巢係因為想生小朋友，話而家好享受二人世界，仲想趁住而家嘅狀態出去闖一闖。傳聞話佢會專注發展音樂事業，定欣就話自己中意唱歌係事實，而且已經2年冇拍劇，作品少咗，都係時候可以諗下唱歌嘅事。不過佢強調，我都唔細啦，暫時唔會考慮做全職歌手，仲係期待有好劇本。始終2年冇拍戲，係時候返劇組啦。最後佢仲話同 TVB 一直保持住良好關係，合作咗咁多年，雖然而家關係唔同咗，但大家方向好清晰，將來有需要嘅話，都會互相支持。